时呢，请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名字好，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请坐下。传给你。负责人还有杨经理、张经理顾问主席还有顾问领任、组长、副组长以及咱在座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非常的欢喜吼，去到咱每个月呢第二礼拜下这个爱上佛堂的下这个启示班，讲起来嘛会使讲是非常的难得啦吼，一个月当一班尔。所以讲呢依照咧研究道理来讲起来，其实是真少啦当然，咱除了有启示班以之外呢，其实咱阁有读做弹琴班，阁每一个月的第3礼拜拜六内底有迄个长拳班，这拢希望讲咱大家呢有时间拢会当帮助偷闲啦吼，会当挂假的来参加。那当然呢咱有即次大家会当在即个庄严的活动同参胜利第一，拢总是咱天恩师定啦。那么咱道前人五代牺牲，咱凡前人举手代先加着咱左前人、副前人甲各位点文师，甲咱地方的前辈者呢的即个慈悲，咱当有即个因缘大家当同住一堂。带伫即个庄严的活动，大家当共同来学习。那今仔日呢，好势伫开始的以前呢，伫即个投影片顶悬，这是咱白沙屯的洪天宫的妈祖。伫今年呢，即个绕境了后呢，交代了着伊的主事，那就是讲即个禅师啦。那么呢，也是讲要互大家赶紧求道，所以讲呢，天道不劳一夫子，西方不劳一菩萨，全部倒装下世来辅助了着即个上天办理着即个佛学一中三草普渡。所以讲呢，讲下了着即个大道，咱来甲想替天行道来求道。何况咱人所以讲呢，即个咱白沙屯的妈祖呢，伊绕境了后，有了伫即个禅师，就是讲无求道的呢，咱来赶紧求道。主要会当拍开咱智慧之门，嘛就是生死的门户啦。咱讲生者开者来，死一定爱开即个生死的门户出去。安尼才会当了脱了即个生死。那么咧求道了后，当然爱修定静安如德，爱有内修啦。除了度人以外，爱有内修。安尼呢会当即个撇灾，会当消灾撇难，弘扬化德，会当如来天上。求得真理天道者呢，现在法。也就是讲，咱今仔有得着道的，无得着道的呢，咱爱赶紧得道。或者就是讲，咱有得着道的，咱爱帮忙上天来办理着即个佛学一中，甲咱的亲情朋友、同事，调咱有缘的人，赶紧互伊会当顶上了着即个皮干。这是好势的。而且针对了着咱白沙屯洪天宫的妈祖呢。特别会教的禅师，而且叫咱做伙呢来研究。那或是今仔日呢，叫咱共同来探讨的，就是人生三大关卡，人生三大关卡。所以讲呢，伫咱的一生当中内底，咱要背
的关卡，其实是定定塔塔啦。哦，不管是咧，拢是咧过即个大关小关。那当然咧，对于了咱即个人生三大关卡咧，哦，迄是一个足大的转捩点。嘛，就是讲你伫一生当中咧，会当真正一生当中咧会当相安无事。搁有你的人生会当讲是非常的平坦，搁而且咧会当互咱百岁年老，咱一世人无白来，伫100年后咧会当来治苦得乐，所以讲咧，针对即个人生三大关卡咧，好些慢慢教咱大家做伙互相的研究。那么咧，伫第一前言关。即个关咧，就是关啦吼。那么咧，就是讲对外面围起来，像咱若伫厝面较早装卡啦，若是家有鸟鸭，敢有用物件甲围起来，敢有啦吼，这叫做关，就是甲关咧，安尼。那么咧，卡就是进退不定，卡条的啦，卡条的时阵咧，安尼样去，安尼样去。会使讲咧，骹条咧，会使讲伫咱的人生咧更加搁较艰苦。那么咧，伫关卡若依照正面来讲起来，是一个屏障，是一个屏障。那么咧，这是正面屏障，人讲拍断手骨见到肉，咱要安怎伫迄个绊脚石内底，甲伊当做垫脚石？当你撞到逆境的时阵，人讲不经一事，不经一事，不容易治啦。各位先生，敢是安尼？有当时你撞到即个困难的时阵，伫遐你才会产生着智慧，讲安尼我知影安怎处理啊。那么咧，你处理了后，你就有即种的常识，你会感觉讲，我智慧搁较好啦。当你拢一生当中无撞过任何的代志，你敢会精中着你的智慧？敢会？袂哦。所以讲起来，当你撞着代志，其实你会当自用盘骹脊甲当做垫脚石来用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正面。所以讲个话，撞着代志，伊袂惊，伊袂怨天尤人，伊袂感觉讲伊的命会遮歹。伊会感恩，讲互我撞着即个机会，就是互我学习的机会，互我精中着智慧的时阵，所以伫即个所在呢，变成伊是一个正面。撞着歹，咱会当产生智慧；撞着代志，你当知影要安怎转头八角，甲即个事，甲你的心，要安怎甲安顿落好势，甲即个事。安怎来甲伊圆满？咱来甲想，就会当精用着这个智慧。所以讲咧，有当时咧，撞着关卡咧，并无一定是歹代志。那么咧，另外一个负面来讲起，就像咱头拄仔来讲，咱会怨天尤人，讲我害遮衰，见了歹讲叫我撞着，我害遮尔歹命，我害遮尔安怎。那么咧，即摆要用哪会去撞着困难啊？你家己当做这是一种的障碍，就是讲要阻挡你。今日咱伫修行学道来讲起，敢有障碍？各位先生，敢有？有啦，今仔日，本来有即个班，本来会当来，但是向阳当地有代志，怎啊袂当来？按是讲，逐家拢要来活动的时阵，拢无法度人来。这其实呢。对咱来讲，咱有当时会撞着，但是咱有当时撞着因缘，其实是讲假啦。但是咧，撞着的时阵，咱爱甲感恩。咱各位真诶，咱人敢有业？敢有？但是业有好业甲歹业啊，有善业甲恶业啊，敢是安尼？毋是业拢有可能但是当你撞着一个无好的经验，你跨过了。你了这个业，就是你了一个这个业，因为是咱过去所欠来，所以咱撞着的时阵呢，咱毋通怨天尤人，
咱唯有感恩佮感恩，哦，咱一定要了掉一个业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关卡内底有伊的正面甲负面，你若会晓甲用伫正面，那安尼照着逆境，哦，来改变着你家的命。如果你若甲当作是负面，其实一件足简单的代志，就变成安那呢？会变成无好就对啦。哦，其实要请你的，结果呢是你负面的想法，结果呢煞害着家己。哦，所以讲这关卡呢有正面甲负面。那么有形的关卡，哦，也就是讲哦，业超发啦。有形的就是你看会到的，较好摆挂啦，哦，较好超发。哦，咱讲长歌万众，哦，挡不来之，哦，像我足悬，就咧挡迄落，安那挡无要来。正经人讲有心拍照，照正生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起来，年社了教育，啊，咱文经大师定讲，年社了教育，你若想要袂，你会千方百计去突破万难，安那，哦，达标去过了这个关。那么呢，有形的关卡就是隔阂代沟，因为时代，哦，咱讲个顶一代甲下一代，为什么有隔阂代沟？其实讲起来，两代拢无唔对，是因为时间甲空间环境无共款。哦，这个少年人咧开钱，有感觉较省事，敢是安尼？哦，那么呢，头一辈呢，咧开钱是毋是会较欠？安尼，因为头一辈呢，迄个时阵要趁钱较困难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若身躯边有一撮仔钱咧，拢总是安那咧，拢总是真辛苦赚。但是即摆年轻的咧，哦，伊咧趁钱较容易，所以讲咧，身躯边较有钱，所以讲起来咧，伊就安那咧，伊就较出手较大。啊，所以讲咧，生活背景咧无共款，哦，其实讲起来咧，两方面拢无稳定，哦，这是时代的关系。那么一个是智慧啊，知识种，知识种咧有当时啊捌伤济，哦，一件代志咧足简单，但是因为捌伤济，就感觉讲哦，毋是安尼，这来安尼，哦，煞总有一个障碍啦，哦，你想讲咱今日来得道，会感觉讲哎得道，哦，哎会当来拜拜足好啊，哦，会当即问着即个道理，会当接受道理足好啊，会感觉讲我敢有咧信咧。哦，伊敢若讲伊足超越啦，哦，足超越，所以伊就无信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有当时啊，伫无形这一面来讲起来，其实毋是用你的知识会当去甲伊适合，只爱用你的智慧去甲伊关化。哦，咱先就因老子伊讲的一种，大道无形，心欲开天地；大道无情，文明日月；大道无名，永永万物。我不知其名，用名当甲讲是道。那么呢，伊拢无看的当中，而且呢，老子伊会讲一句话，哦，因为伊会当去感应，会当去体会，哦，但咱人身受迄个智慧无，有当时也是一个知识种。知识种就是有我伫知识社会知识比人捌较济，所以伊会感觉讲我看安尼拢是对的。因拢唔对，啊，这叫做知识种。那么呢，有因相果相，啊，那么呢，啊有精细做因果，那么有冤亲债主难超发。咱有当着冤亲债主啊，所以讲咧，咱每当着一个因缘，也有当时啊讲嘅，就是咱过去世所结的因缘果。啊，有当时啊用人无能解决，有当时啊咧爱请神明。你讲唔相信，毋过呢，安尼处理了就 OK， 哦，都有伊的前因和后果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冤亲债主的难超发，哦，啊，这后壁呢要安怎？哦，咱大家甲佢来研究吼。那么呢，关卡是毋是会当过？关键伫咱家己。各位前辈，敢是安尼？你要下过是下过是，敢是你家己？哦。你若要固执不前，你若要讲吼，自从即个无好的，拢甲藏伫咧心肝内，永远你就是咧家己。哦，你来甲讲吼，啊，即个过去啊，咱莫去甲想啊。
哦，咱讲钱了去就了去啊，哦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咱嘛应搁去甲伊做追溯了着过去的话，你就袂搁艰苦，因为你来追溯一届咧，你会愈艰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会过关袂过关，其实是爱看咱家己。亲像咱今日感受道理呢，其实讲起来，嘛就是要转变成你的信念。啊，无咱咧比如讲，求道毋是求保庇，求道毋是求福禄寿，但是咱今日是要求啥呢？其实要互咱转变成咱的信念，互咱的信念呢，安那呢会当对无好，甲伊转向成正面的。那安尼呢，就会当离苦得乐。所以讲呢，曾子甲来讲，道行之有时，这个道路呢，若无行，伊袂成一条路。所以讲呢，就爱有行，伊才会成一条路。有行呢，才会当成一条路。嘛，就是讲咱咧做头路爱创业，爱改变，爱调整，慢慢呢，照着这个过程内底。那么，伊安那呢？伊就会当来成就一间公司共款，对无到有，那么连伫伊有诶时阵，我开始，那么到伊风度大变，甚至有创新、有改变，啊，搁有足侪诶关卡呢，拢需要去甲伊做一个调整。安尼诶话呢，才会当成就，所以讲起来，伫人生呢，咱爱讲道嘛，就是爱学啦，爱学。那么呢，进一步伫学了后，伫你的自心，伫你的自心当中呢，咱爱去做出来，爱去做出来。你若无做出来呢，就是讲啊，你身体有病，结果你药啊毋食，无效。所以讲呢，咱爱有讲道行道，到最后咱会当成就道。就像迄公司，到最后呢，伊就是讲咯，经过足侪的挫折、挫折了后呢，经过改变、创新，后壁再去磨合，安尼了后，伊才会当风度大变。所以讲呢，伫迄个时阵，咱才会当体会了着生命的价值。咱搁前提，伫咱一生的生命当中，有钱较好，还是有价值较好？价值。价值较好啦，生命有价值较好。啥物叫做生命有价值？得道天上，名流人间，得了天上。伫来到这个所在，你无白来，你会当回归倒转去，创造生命的价值。白白拢是人，诸佛菩萨拢是伊袂成就的一切，拢是人。但是为虾米伊真互咱万民甲拜？甚至伊的生命伫世间创造了价值，敢是安尼？你即世人啊，用你的生命换钱来，有啦，有钱足济，迄山走人有济就足济，毋过呢，目睭若摕去，敢搁有？无啦，对袂啦？所以讲呢，咱的生命爱活得有价值，所以讲呢，咱修学道呢，咱一定要好好，来创造这生命的价值，人生三大关卡呢，有少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咱爱设法来过关，爱设法过关，才会当渐渐的来成长茁壮，开花结果，若无咱的生命呢，将是一片的空白。咱这世人来，让你赚进全世界而赔上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你用什么换回你的生命？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为虾米圣者呢？伊要安尼讲，其实伊是要教，要互咱的生命有价值，要互咱的生命伫这世人来到最终呢，会当产生生命的长价值。安尼呢，较袂去辜负了着这个天恩赐命。那么呢，第二就是讲孔子呢有三界，为人生的三大这个难关，三大难关。那伫这个儒学，儒学呢有这个史书呢有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甲《名著》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儒学来讲起来，伊的核心就是伫修身啦，伊的核心是修身那么呢，修身，敢是讲修心，敢是人际关系。
你的身躯今仔日，你会来到遮，是你心有动念来的，还是拢无动念家己走来？动念。你的心念敢有会？今仔日的爱上佛堂哦，有体育班，我要去。你敢有动念啊？有嘛吼，所以是修心，心好，你做出来就是好；心若无好，做出来就是无好。所以讲咧，伫遮咧讲的修心，其实是咧修心啦，是咧修心。所以你的心，头拄有讲，当着关卡，你有正思维，你有正念，啊，佫到负面，正面到负面，是心的关系嘛？敢是安尼？你若甲想好讲感恩啊，我佫了一个业啊，我拢无去怨叹，当着无好的代志呢，就是安怎家己圆满就好啊。所以讲咧，伊的核心的修心，所以讲咧，半部论语会当治天下。伊大学甲咱讲，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要平天下治国，那么呢一定爱先齐家，齐家一定爱先个人爱修心。咱兜每个人，大家若会当先修啦。我甲我家己做无好，做爸爸的、妈妈的，做兄弟姊妹，咱拢家己做本分做无好，咱兜敢会有代志？敢会有？你若想做爸爸的，就食饱，干那要跋筊来啉烧酒啦。不但只佫分大摊啊，咱这个家庭敢会和乐？袂啦咱做妈妈，做妈妈甲这个家庭理路好好势，甲这个事势甲关心好好势，那么做囝夫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这个家庭是得到天堂。但是，所以讲嘅，伫世家一直爱修心，所以讲嘅，咱伫道场这个上天讲的是儒家的应运，所以咱足侪家庭拢是牵车带主的。咱台中大叔大太太，因咧种规口罩3代同堂，因来拢伫台中来到遮，安尼敢有缘？敢有心？真的修道很好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咱来当感受着道理了后，然后用你的心来改变着你无好的心念，好的佫较好，无好的甲改变。其实呢，诸佛菩萨道下经典是要化三无为联邦佛道。伊毋是讲你来上经礼佛了后，来修道了后，你若死会当去天堂。毋是安尼，迄是因形的。那么以短暂的人生来讲起，就要改变咱人的命运。咱命运若无好，你一直在修行。修行就是要改变你的心念，你的心念若改变，你的运命就愈来愈好。各位前面够认同？有啦所以讲起呢，咱感受着道理了后，咱的脾气甲毛病敢爱改？系啦，无改命运袂改。你毋茫讲来道中袂道，这个道毋好啦，一贯道毋好啦。我这家庭咧拢袂好势，因为你脾气毛病就拢无爱改啊。定一个家庭内底咧袂好势啊。因为安怎讲，大家拢有家己的看法啦，敢是安尼？你若有家己拢有一个看法的话咧，咱的家庭才会平安。我迄个捌讲过。这是因为咱佛堂的圣堂的有连教，有一间互我去上课，那么有一个坤道，迄是带伊去，是有钱人啊，有闲就是这富贵，这个啥，这个富贵团来是，贵妇团啊，因少少就是去百货公司咧摄片安尼。因兜伊是互中教的，安尼啦那么呢，伊迄个时阵呢，当然伊客厅咧坐，无人去伫遐坐啦。迄若听伊逝世啦，暗顿来拢嘛讲个人转去家己的房间，因为安怎讲有互中教会遐坐伫遐。伊若好就好，毋好哪会去伸着低头去？讲倒咧讲会着穿安尼啦你看伊脾气安怎？
结果伊来求着道了后呢，感受着道理，哦，哇，怎有这遮好个啊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真紧着素食修口，修行学道，感受到有够好，家庭改变，哦，因为安那甲过去无好的脾气甲毛病来改掉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后来呢，因兜就是一个和乐的家庭，因为妈妈改变，太太改变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这个家庭敢有化沙而为联邦运动，敢有单刀就是政府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咱感受的道理的当中呢，其实哦，咱就是利用着咱的心，就是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因为安尼来吼。那今仔日呢，佛法呢用着咱孔夫子伊所讲的“君子有三戒：孝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哦，急之造业，血气风光，戒之在道；急之乐也，血气既衰，哦，戒之在定。哦，这是咱孔夫子呢，伊所讲的君子有三戒。哦，佛者有少年、中年、甲老年。哦，伫少年的时阵呢，伫这个身躯，哦，这个身体还袂当讲还袂大到够载啦，敢是安尼？还袂成熟，还袂大到够载的时阵，因为少年人呢，伊血气方刚，敢是安尼？性地较歹就对了。哦，咱讲讲咱像迄无皮肤啊，你敢知影迄牛吼爱断皮嘛？敢是安尼？哦，安尼较好看。哦，啊，迄少年囡仔来讲，迄哪像无断片的啦，无断片哦，啊，就杀着吼，因为安怎讲，伊的思想还袂成熟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可能我想要安怎就安，啊，伊个血气方刚，哦，血气搁方刚的时阵呢，哦，啊，做代志无经过三思而虑啊，哦，三思而行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做出来了后呢，就是意气用事，哦，搁而且呢，哦，血气未定。身体呢还未健全，人还未当讲发育还未成熟，所以呢爱戒之在色，哦，戒之在色，因为呢色伤身，哦，色伤身。那么呢到中年了后，壮年了后呢，血气方刚，哦，那么呢伫这个所在歹势，拄仔伊血气，伫少年的时是血气未定，哦，因为安怎讲车袂牛啊。哦，生命有啊，那么呢，急之造业是血气方刚，哦，那么伊身体用起来，哦，啊，伊思绪较成熟啊，那么呢，戒之在道，那么呢，道毋是相拍，毋是只相拍，那么就是讲伫精啊，哦，好精啊，哦，精道就对，哦，精道就对，哦，那么呢，急之乐业。就是血气咧既衰，哦，当然食老，哦，咱讲年轻就是本钱嘛，要用到来退少年的时阵呢，食老呢已经气就较歹啊，哦，那么伫这个时阵咧戒之在德，哦，那么咧戒之在德来讲起来，毋是讲安尼戒之在德，我就拢毋免啊，毋是安尼，其实是戒之在贪，毋通过分啊。哦，你少年有少年的气力，食老咧，你就无迄个气力，是毋是？咱爱袂使亲像少年，哦，咱咧戒之在贪，哦，袂使超过安尼吼。所以讲起第一，哦，这是生理的规律，人之血气，哦，孝而定，壮而刚，哦，乐而衰，哦，这是咱生理生理的这个规律啦，哦。生理的规律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变成人，拢会经过了着，哦，这三大的迄个大乐，哦，三大的大乐，吼。所以讲呢，第一，孝是戒性，当然呢，咱头拄仔讲。因为伊的血气还未成熟，哦，啊，你也无戒之在身，哦，咱一定要避免着这个畅欲过度，哦，畅欲过度，哦，毋通呢食到中年、老年呢来投下身体的病症。所以有一句话咧讲，
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就毋正样啦。哦，少年啦，拍拍走，食老就歌丝仔草。哦，这老一辈应该听较有啦。敢听呢？因为你少年啊，哦少年毋捌代志，那么呢伊唱约啊，哦，那么唱约过倒的时阵，哦，这个心因为伊都还袂健全的嘛，哦结果你就咧甲危害，有当时啊呢未老先衰啊，哦未老先衰，哦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哦咱一定袂使唱约哦。那搁再来呢，就讲伊即摆伫即个社会上呢，声色冲塞，声色冲塞的时阵，然后沉迷伫即个网咖，有当时啊呢，毋知人休困，毋知人休困，就是安那，伊安那纵欲，伫即个欲其中伊网咖，那一种的热度，那一种的热度，伊煞无法度解，就像咧食薰叫调的。所以讲迄位细汉囡仔呢，还未成年的时阵，就食薰啦，食烧酒啦，那安尼来讲起呢，其实对伊的身体呢，拢是足大的伤势，那么呢，随着即个调育，因为即个社会呢，的调育无好，就是一个纵欲的即个社会，因为物质文明，咱人袂当好好甲伊应用，其实物质文明。是要互咱的生活，帮助咱的生活品质较好，但是呢，咱拢总甲伊用偏去，第二呢，非禁欲，非禁欲，那么呢，嘛就是讲咱用理性的精神来约束了着即个情感，约束了着即个欲望的压迫，那一种的冲劲，那一种的纵欲。其实呢，咱若无好好甲伊应用，伤害的嘛是家己尔，伤害的嘛是家己。所以讲起呢，咱爱理智，咱爱重视，这就是咱的意志力一定爱有够。咱的意志力若无够，往往呢会造成咱个人的这个心衰。那么呢，第三，不知戒色断善坚定，这呢。依着咱孔夫子呢，会伫一生内底，甲分为了的这个6个段落，6个段落，就是五色，五色有我而志为黑，3色而立，4色而不显，5色而离天命，6色而逆顺，7色而将心所欲不异志。所以呢，分做这6段。那么伊4色而色，不色；5色而离天命，6色而逆顺。伊伫安尼来甲伊看起来呢，伫咱人生慢慢开始有成就的时阵，稳定有成就的时阵，差不多伫个40岁、50岁，亦或是即个60岁，伊的成就呢，差不多伫即个段落内底。那么呢，伫即个段落，咱开始头路呢，已经有成就啊，公司开了嘛袂歹，员工愈济，那么呢，伫伊的有权有钱，阁有地位，迄阵呢，咱讲无钱无钱就袂乌白变啊，有钱呢，有钱了后呢，变成呢，伊就开始安那找一寡刺激，找一寡外在的。因为安那伊要用钱，毋免烦恼啊，敢是有权有势，阁有地位啊嘛。所以呢，对于社会即个实情来讲起，实者兄弟来讲起呢，变成伊就去创造。所以讲呢，伫即个社会上来讲起来，是一种真大的即个危害。所以讲呢，这是成功者的状态区，成功者的状态区咯。因为有成功嘛，伊就想要乌白变，包有迄个小三，有包2奶、包3奶、包4奶、包5奶，咱来甲想，伫你的人生安尼甲伊补落去了后呢，伫你的人生敢好过？无，敢好过？但讲坐某无当困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迄个时阵呢，问题就出来。迄个时阵问题就出来，
所以讲起咧，伫遮咧，毋是讲哦，毋是讲年轻的人咧，哦爱介绍，其实对于了解这个中年人，中年人就是40、50、60，已经有成就啊嘛，哦，啊有成就了后咧，这是成功者的状态，就是因为伊的成就了后咧，伊较有可能会对趋向的迄个方面去。那么咧，趋向伫迄个方面去了后咧，哦，变成伊的命运会愈来愈歹，哦，因为安那伊强弱，哦啊，所以讲起来咧，咱一定爱去甲伊，哦，去甲伊注意，哦，有当时啊咧，咱讲一只好好比咧，开甲赛嘛，这敢是少年人尔。有一寡做生意人，有一寡做官的人，有一寡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往往咧，伫遮甲因讲的成功者的状态区，伫即个所在咧，避免袂过了着即个即个城市，造成咧，那么伊的名利咧，总啊伫迄个时阵咧来衰败去，变成伫即个社会来讲起来，变成会身败名裂的。会身败名裂但是立志者有方向，当然伫少年咧，咱一定爱立志啦。若无咱人生无目标，所以讲咧，伫咱得到，为虾米咱有立10条大愿？10条大愿就是咱成佛的阶梯，成就佛的阶梯。那么伫社会上，共款，咱一定爱有立志。要用哪位无立志？就是一个成就的基础，就是一个目标，就是一个目标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有一个志向。所以咧，咱大家嘛拢已经伫道场得到咧，咱拢有立10条大愿，希望咱会当以10条大愿来作为咱成就的阶梯。只要你依着10条大愿来做，相信咱伊都无问题。那么伫社会上，咱有这个志向，咱来甲修。我大企业家，拢总是较早经济歹，咱讲善感叫惊着，善感叫惊着了后，我无出头袂使啊。我即个家庭袂当无出头。互我咧早期咧伫土地企业，那么咧伊个创办的就是迄个高清源嘛，但是伊咧带客家嘛，客家的时阵咧。伊著趁无遮迄种是近海边嘛，伊个环境无好，伊个环境无好，所以讲起来咧，伊后来伫即个无好个环境来激发了着伊个志向，所以讲咧来成为了即个大企业家，所以讲咧，伫咱的人生咧，咱爱有即个志向，咱毋是想讲安尼凊彩好啦，安尼过了去就好啊。万都无方向，无目标的，安尼人生就随波逐流。这个社会安尼就飘来飘去，亲像浮萍共款。那么伫一生咧，你找袂到迄个方向甲目标，到最后你的一生就是这样。那伫修道来讲起来共款。咱若无依照即个志向来勉励了家己，有即个方向，有即个目标的话咧，有即个力量的话咧。其实，咱虽然得到都，毋过到最终咧，要成就也嘛有困难的。所以讲起来咧，咱共款，所以讲咧，伫社会咱一定爱有读册，毋通无读册，无读册咧，咱讲册袂，搁安怎？即摆社会有当时仔是看啥？看你的学历，看你的学历。当然咧，你读册若读较悬。当然，你的捌的嘛会较济啦，相对咧，你的知识咧嘛会较好，所以讲咧，有个人咧，会使讲足爱读册，伊足爱读册，所以讲咧，咱有读册了后，咱才有法度来成长，无毋捌字啊，毋捌字，毋捌字咧，你就行无路，所以讲咧，咱读册捌字。嘛，就是讲爱知影常识，像咱伫社会有一寡专业啦，做老师敢爱有专业，爱啦，做工程师敢爱专业，爱，做每项每业咧拢有伊个专业，你若无透过了个学习，要来会袂啊，
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读册。那么站在修道来讲起，咱虽然得到道，但是咱拢无参班，无大家做伙学习，无伫道场内底参加所有的活动，甲道场的生态，咱要安怎去体会道的殊胜甲好？有当时啊咧，你无法度体会，你就无法度人讲出了着，更加互兄弟姊妹咧，搁较需要的即个道理。所以讲起咧，咱一定要参班，咱一定要参班，所以讲咧，咱会当参班，有经过安尼学习了后咧，咱自然会成长，有成长，人敢有咧看？人就会甲你肯定，人就甲你肯定。那么你的分量愈来愈有，敢是安尼？大家逐项咧，大家拢要叫啥物啦？为虾米？伊肯做肯食苦，伊阁有足好的经验，所以讲起咧，各方会交代一，所以咧，大家拢要找伊。所以倒来来定拢当掠去要用啦，咱若定互叫去做代志，安尼敢好？敢好？好，代表你的才华好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来感恩。咱袂使怨叹咧，讲拢无人来叫，逐家拢叫我，毋通安尼咧。当然咱若时间上袂拄啊好，身体上袂当好，袂拄啊好，咱讲这个人是比真正袂使。安尼袂要紧。袂使讲即摆大家拢啥物代志拢会叫的时阵咱产生的一种怨叹的心，安尼就唔对啦。那么咧，再来就讲。争取着表现的机会，其实毋是争取。今仔日你伫道场，你即人工课若袂晓做，人敢会叫你？敢会？讲三宝你袂晓，人敢会叫你？你礼节袂晓，人敢会叫你？袂嘛？你服务袂晓，人敢会叫你？你问着讲服务咧，你问想讲咧攀现讲咧攀果咧，攀果简单，迄我会晓攀去尔。结果伊跪咧，咱拢跪一骹，伊跪两骹，安尼敢迄落个？咱攀果的是跪一骹，会跪两骹。一骹。跪一骹嘛对无你想我会攀果看人咧攀凉啊，伊无去注意细节即摆攀的时双骹就跪落咱就讲这袂晓，咱是跪一骹，毋是跪两骹。所以讲咧，你学会晓做，自然咱就叫你。你袂使讲人无互你平台，是因为你无妨，甲你引进到这个平台的啥咧？的技术的认知啦。所以讲咧，伫道场毋是前辈接屁股，是因为咱无学习的话，咱无即种的专长的话，其实你要叫人啥物工课你做，要有迄个平台咧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有去学习呢，自然咱就有机会较济。所以讲咧，伫学习的内底咧，伫日子中来着学习。伫你学习，你了解愈济，那么日子了后，你的智慧愈成熟，你的心愈稳，你的心越稳定，越扎实，所以讲咧，咱做人咧，你若愈稳定，愈踏实的话。是毋是安那咧？你会当应用自如，当着啥物咧？你咧应用就会当应用自如就对啦。你会感觉这个都不是难的，这小 case， 当着啥物的时阵，简单安尼就夹一个就过。所以讲起咧，咱一定要学习，透过日子，亲像咱咧感受道理，就是咧找定心啊。咱毋知讲毋知讲咱的人生内底到最终是啥？咱有去感受着道理了后，感觉讲哇，人生有一个归宿。迄个归宿就是讲咱即个肉体会无去，但是人归倒转去伊的本位归位。所以讲咱修道咧，咱爱归位，我们不要归空。归空是什么都没有，你归到那一个空是没有的空。归位是你本来的位。本来的位，
所以讲咧，咱咧感受道理，其实就是咧找着定位。各位前辈，咧找着定位哦。你较知影讲咱的人生我知影，咱的人生重点伫对处呀，毋是外在的一切福禄寿。是要安怎互我找着即个智慧？安尼了后咧，自然而然，咱会当安全过关啦。因为时间无足济，我们搁讲伤济那么呢，第二，纵言戒斗毋是相拍尔，毋是斗殴，打架斗殴不是。